公司有一块面点，房子盖太大就变自助餐了。等一下，他是在炫耀吗？盖太炫耀呢？看起来很炫耀呢。那给時間要就都開機耶。办公室恋情。你們不要那麼色的樣子好不好？够10个没讲。我们已经约好去他们家骑摩托车了。他們家有2000平，我們家幾平？农地1000多了，农地还有农地啊，建地不算。建地不算嘛，还有建地。媽媽，你還有妈妈也很雅妹嘞，哎，去家不？如果要加入豪門，就是去應徵會計。兩家都是一樣，我要去應徵會計，任何都可以，早餐店、自助餐店都可以。哎，结婚几多年了呀70 年了。 76年结婚的啦。我会吓到，我想问他保养妙招。那现在电台的事件可能有调幅，也还进在2选1。臃肿有的吗？你自己说的，臃肿那个么啊？ 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韩就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係中白跳。因為冬天從你會吃到個，哎，凍到嘅水風勢咧破，啵，粉紅泡泡很多哎。唔係用剃頭嚟個拍啦，因為斷掉呢。剪掉。冇啦，我啱講嗬，呢次到嘅水風勢嘅這種泡泡啊，係因為今面內邊哦，全部係兩公婆。講到兩公婆哦，突然嘅好男人，就一定要看看我爸爸。對，爸爸，這真的還不錯。聽說呢，頭演嘅男美女真嘅當下不用哦。真勁呢。真的好，待會呢，看一下他們用愛來做料理，都來，嘿，我變成嘛好料理。接着分享到嘅，叫我當下不用嘅安玉鳳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馮毅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我大家裏面非常食嘅梅類嘅不一樣嘅林順志林師傅。大家好，對吧？好，三位好人呢，分享到風吹嘅兩些係兩公婆，曾健哥老叔演技，歡迎。哇！辣妹，哇，手手。讓我晒恩愛呢。好害羞。大家你歡迎。抱起來，抱起來。用妹嘅兩公婆，親家會玉木水。抱起來，抱起來。大家好。好，我先考考紅隊，紅隊的一家之主黑曼妮。哎呦，當然啦。那你問一下藍隊。好，藍隊嘅一家之主是誰？藍隊的。對，用啥都有了。對，兩個都是啊。這個是看客語程度是嗎？可以啊，我們問一下紅隊哦。對於泰妍來嘛，哈，泰妍嘅導邊有推薦嘛個好高好色好料的嗎？有一個橫山藝術書法，有在練習琴棋書畫啦。啊，對書法跟國畫也蠻有興趣。好，因為剛剛講到有個橫山，摩比斯藝術館，東亞島畢業其實十分有名。那做的建築很漂亮，忘記建築師是哪一位，但是很多人去到那邊打卡。個做一老料手菜，本身咩係摩比斯欣賞嗎？俺咩，俺學生。哦。朱媛姐係咩到？那朋友做交流會的會長，也係桃園市藝術交流協會常務監事。哦，難怪很有藝術氣質。對，所以粉紅色的泡泡就一般就係幾大類嘅。係啊，咁我們咱長安用心聽聽咯。咱出嚟片嘅內邊係類似用妹呢片吼，有隻有文化有歷史嘅路解。同一條片有用妹嘅路解，韓國福岡嘅路解。在福岡嘅路解是日本時代留下來嘅。韓記嗰度就動態創衝一下，其實該片嘅嗰種建築物非常的這樣，其實樓梯白區這種那種巴洛克洋樓啊，很漂亮，可以攞去用啊。好，故說呢，不管係到泰妍也用模也到畢業都青頭好高好料的哦。唔過，既然係兩公婆都是一家之主，家的個廚藝係樣板呢，馬上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料理風流蛋，兩廚會用現代嘅方式結合主要食材，3點溫馨指定愛做嘅料理。在料之前，唔知會取到乜嘅食材嘅情形之下，兩廚會因為條件中3點到手腳來唔參麼？含入兩廚冇取到嘅食材，未為咗煮熟來做示範，到底會變出乜嘅上道嘅料理呢？最超級、最神奇嘅比賽，臨時是開始了！
好，又到了一個料理風流蛋嘅時間嚟哦，好久沒玩了。香港該凍球魔搞之外，還有凍球魔出現，為本民主阿姐下到嘅東西咧。這個一定沒有。那個製作單位剛才偷偷那個講，呢個擺嘅細節了，還會太不小呢。你說看到會笑嗎？看到你等下降到的細節會小。我不相信。好，先讓公布猜先。好，麵條炒三層肉。哦，以製作單位來說，一定要用啦啊，因為肉較貴嘛。預算的問題。哦，給大家排出一下水表。馬賽來，是丈夫對決還是嬌妻對決？哎呦，冇強弱哦，好來，電刀石頭布。哦，正權哥，正權哥，感覺一下，跟老婆討論一下。會剃頭。好，正權哥，你的尖叫聲準備好。哎呀，正權哥，你沒有感覺別的，還是你只是不想走路？好，一家之主講哎，來尖叫聲哦。1、2、3。好棒！你選對老公了。兩下寸留家等呢哈，佳慧姐，就靠你嘍。感應一下，兩位，來。如果他們比較絕的話，可能會畫蝸牛啊之類的。感覺一下，有咧哈。你的。1、2、3。哦。那馬仔，大丸右眼，大丸要煮什麼？要怎麼弄？來，甚至先端起來。你這個自己有準備好嗎？這個一樣要炒什麼？好，1、2、3。洞在哪裡？來，是你害的。大家出到嚟去懂學識咯。好啦，唔過確實有挑戰，而家個麵條炒呀嘅三層肉，哎，我們除咗牛，你這個要怎麼辦？啊，但是很符合你啊，都是素的哈。好，馬上來進行第一關嘅挑戰。除對贏下好色彩啦，馮崔呢已經勝券在握了。除了對顏色彩，馮崔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他們下面又在偷牽手哦，哈。有哎。劇組單位裡啊，是因為冇準備墨鏡不矮了呀。等一下，哎，我們大家看看會不會是2人3手？2人3手煮菜。好，可以哈。不是三角球。哎，那邊預備好了。壓力很大。我來看一下藍水。體育館的哦，等下我台上講出來哦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好有精神哦，握得太緊了。六組隊已經準備好些點菜來去看他們做料理曬恩愛，馬上來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！哦，搶開始曬恩愛咯。我以為他們真的會2人3手。對，還是要放開啦，煮出來誰你對啊？那你們家也會這樣嗎？還是都你在煮？都我在煮，他剛才有點害怕。但是我覺得他們有自己曬恩愛的方式。對，好了，那我們換這邊閃。來，我請問一下，豆腐卡都是誰煮菜比較多？兩改圈有。對啊，所以你們煮菜也是 Q 他煮。哎呀，你做什麼事情都是出雙入對這樣。我絕對按講的。平常都2個都煮菜啊。我是做自助餐的。哦，真的。哦 ，Q 他周沈里有一起革命精神。那不去騙到啦。但那時候騙唔該。一公去有一塊麵店。麵店啊，自助餐店不好嗎？你喜歡吃麵是不是？結果那個房子蓋太大，就變自助餐了。等一下，他是在炫耀嗎？蓋太炫耀呢？完全很炫耀呢。直接開自助餐店。所以你要根本要該3千妞，阿哥來負責錢，之外阿哥你還要負責嘛該。kitchen 為啊，kitchen 為主啊。他們是開自助餐店，所以我們今天是躺着贏呢。那一場是阿哥來負責的哦，對不對？全輔助了，我們都全方位勸為主。哇，怎麼辦？今天就是一定要贏啊！他的意思說，他們等一下要負責收錢。你用啥見面來到現場啊？該吃錯串掉用個啥了？人家來愛姓 Q。哇，都好等一下，你該不會做阿婆了吧？600孫。會太多嗎？不可能。又長啊，冇長。我想問，為什麼阿婆會穿高靴？你這麼漂亮又暗黑嗓，你是17歲就被騙走嗎？還沒有成年？是9歲啦。這個又新年的啦。正權哥，公應介紹的美，媒人婆啦，他連笑聲我都覺得好閃。好幸福，真的，我們已經錯過那個時間了。哎呀，好了，那你們繼續閃。先皮了解。我覺得跟我們沒有太多的關係。覺得太刺眼。我們過去那裡。
哇！现阿哥现在分享下，今日去到很诱人的时节，心肝都想嘛开。你来挑战的哈，所以冇问题啦。确定哦。运动加精神。伊条系做吃出串店，啊，伊条做的系。爱做设计，室内设计。哇！你家是500平还是1000平？1公顷。公司的展示间有用前2条啦。哦，干爹，我卡都做不出干爹，我帮你煮就好了。所以他们家是可以大到可以开自助餐，啊，你们家可以大到可以开饭店。他们家大到是里面骑摩托车啦。对。那几时间你有就都开机耶？办公室练习。哦。你们不要那么色的样子，好不好？好，过几个没想。好了，早晨恭喜他菜，这个快烧掉了。不会。今日去到很诱人的时节咯，因为本来嘅菜係炒3,000肉。係。那因为是这个食材就买改变吗？等一下會兩地翻轉，總盤也係因為讓伊剪開。切的時間你是來剪塊嘛？你下先俾熟嘅啦。哦，因為我看我嘅肉乾哦係油凍凍那裡鋪，不過記得係用煎。呢條等下用慢看記得煎好咧麼？一本身記得下係要冷哦，落去養軟的時，對煮軟是應該是。對，伊本身你係熟嘅嘛。佳慧姐，你係唔係客家人？係啊，我唔係客家人。對，我一看就知道。我先來提醒一下哈，你先來燙過了煎過，不過最重要係炒了再食。對。先幫你弄一下，等下過了看你煎來炒。好。好。我們已經約好去他們家騎摩托車了。他們家有2000平。哇，2000平，我們家幾平？2000平了，連農地，差不多1000多了。農地還有農地啊！哦，建地不算哦。哦，建地不算嘛？算了，還有建地，建地還打天呢。哎，建地。等一下，我問清楚。媽媽，你還有？媽媽，你還嫁妹嘞？哎，又讓全家不？如果要加入豪門，就是去應徵會計。哦，2家都是一樣。我要去應徵會計，任何都可以，早餐店、自助餐店都可以。你結婚幾多年了呀？76年了，76年結婚的啦。會嚇到我想問他保養妙招。他來34歲哦。對啊，因為我也是34歲。77年次嗎？對啊。誰准你們默默的把我的年齡？是他。對，有發生什麼事？爆香咯！爆香了！啊，刚才前面在干嘛？爆香咯！所以刚刚一开始是干煸吗？对，干煸一下。为什么一开始有干煸？好香啊，放这个咯。你要它蒜菜又长落去。都吃出串点地步多，你要还小 case 啦。你们都是大火这样快炒吧？大火对。我跟你换位置。好。所以，我懂了。让我站那边。好，换你。好，我们换一轮哦。吃出串点地步的吼，跟最招牌的菜系嘛解。你做菜咪清冻，因它冻好食。你了会吃出串点的菜冻控甜呢？哎，客家人啊，我妈妈冻轻咸传家，佢教我煮菜啊。哦。所以你那边调味好是差不多好嘞呢。差不多嘞。哦哟。啊，你有加该吗？那个是什么？这是味素吗？没，你要我们是不用味素，不用味素哈。还该调油果。少许的木条汤。那我们过去啊，我们这样。调汤是麻烦的。你刚才在唱歌吗？调。哇！哎呦，箭都冻好看哦。你下唔炒的啦，你下用机的手来炒出来啊。哦，那看你还那个酱挑好嘞。嘿，该有比例的嘛。蒜蓉酱的嘛。像蒜蓉跟辣椒酱。配饺子。哎，你直接西施冻我系列呢。嘿。可是我们不要炒四季豆。我们直接外卖那个水饺来。对啊，因为我跟你说啊，是全台湾某是高米，它有炒牛眼。所以你有炒过吗？四季豆有炒过吗？要四季豆跟这个要炒的，走来炒咯哈。好，炒哈。走来炒哦。佳慧姐，你不带黑奶倒边你呢？沈信凤。新丰，他这怎么会？新丰每栋都有哈杠音啊，回春。所以，佳慧姐那时候，你有跟家里讲说，跟爸爸妈妈讲说，来让你讲哦，那个 Telga 对爱呢，有在追我呢，他们摸啦，冲去个台个讲下
上厨啊哈，又盖烟粉啊。那么多员工，你就会限动一对啊家会接。如果要加入豪门，大家有听出来吗？嘛该。就是去应征会计。两家都是一样，我要去应征会计了，任何都可以，早餐店、自助餐店都可以。我有阿哥负责的掌厨哦。加一点水吧，要不要？对，馅饼，蒜头。来干了。杏鲍菇跟那个哈。哎，人杏鲍菇系同红咩？么？有过个水而已。对。好会甩。下去，然后加一点，等下弄干净啊。你要教他煮菜。对，加一点酒。加点酒是吗？他都用指挥的。酒来。这6度而已哦。OK 好 ，OK。看得干嘛干吗？水有吗？这个最重要，该用挑好的芒嘎呢。姜嘞。哎，干咩加落去吗？菜2吃。对。该重点嘛，该还就讲到哦，炒系关键词。你要用炒的吗？没给他得做饭。对。好，那我们要去倒数喽。好嘞哦。没有。好。好嘞哦。天草马松可是都算10、 9、8、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吃吃看那体馆，那不开料理开站的喽。好，大家明天呢炒3层肉，想要吃吃看那风吹的料理，大家来吃看我们这个喽。很对味。这个就会爱去嘅，有冇自助餐时间一定会夹得出来，而且很健康又不油腻，重点唔会油呢。它加了一点辣椒，有没有比较提它的味道？冻好食。各种的时间，因为补习，所以冻集中会喜选吃出串点各种感觉，会让我觉得就是那种回忆的味道很棒，就是正统自助餐店的好味道。重要就好食，所以有认为，炒盘，真正非常的炒盘呐。不过咱嘴里片哦，每每手艺哦，很肉软，还有直接摆到面头向下炒，就叫你吃看。吃吃看看蓝水哦。咱做在闻下酱哈。它加个牛眼其实以后是。对啊。咱简单来上讲，肉软哦，算是天肉食材、地域食材。不过点到记到。เรา去做到像优势，变到变到还好学，简单。所以我在想，好在给我用它炒，因为一煎那口味发就会3枪枪。冻好食。但是还是老婆煮的比较好吃吧？是。你没动会炒哦，真嘅哈，你调干呢？你动会煮面哦，真的。俩头出来真更好食。本来你的材料，你是本来想雷你们的。这个咧上只方法来表现，挣钱上记得是敬业的，你系度我卡。煮这个是神奇的，多带师傅用板来评分呢，大家来看哦。看一下啊，牛凤师傅抢分数。哦，风水分，两下看一下选举师傅抢分数。咱水一分，体育馆抢球。季师傅，那某本该难对吼，因为抽到的题目真正上难的啦。从俺的做法吼，俺袂用办从原该4季豆要切成粒，捞起的肉。取出来，然后给炒干4季豆炒肉末安咁样，好的时节又要回填到冻落去，从你挑战按剪的放去冰落去，一口吃下去，抽到题目真正挺难的啦。还有一点，应该对俩冠佑厨师帮我啦。对哦，我们被闪到忘记了，忘记了，大家全部忘记了哈。有厨师帮你比方说谁有厨师帮我哦，应该做咧让你研究一下是可能。下加分啦，还是？我假使自己前个案例吼，之前唔系开家己店的，系开自助串店。系啊，是正常的啦。红队啊，其实佢个该肉一层一层炒，大概4季豆一层炒，跟梅头全部又出来，挑梅未挑得动。我阿吉师傅来公平。哦，我们本蓝推两片呢，迄整个食材一个搭配浓厚，因为除到了个用眼啊，真然无按后处理啊，不过记住炒到有香味出来，还有蔬菜啊那个调味哦，有贴有吃到呢，还有个胡椒盐那个味道，啊吃到呢味道动厉害，哦那个风推两片呢，嘛懂好食，嘛懂炒饭吼。好，无按简单哦，不过刚才 Andy 连对中就忘记有真的用厨师天数眼，真的是太多粉红泡泡，很闪了哦。不过睇起来上讲，刚刚师傅出豆给黑嘛该偏些皮吗？
千张，千张，我老的两个面条都当用了煮料理嘞，马上就搞不你个生知识傅喽。耶耶耶！啊，到底一个千张那个老一个面条 Q 下炒呢？来，出到两个千张，开心吗？哎，扶贫东风喜啊，嘟嘟嘿嘿摘菜啊！两个呢就会做该百叶豆腐该原料哦，两就会两个，两呢迄糟该，所以讲呢做点精水。哦，因为先精水，本期湿不湿呢？电它呢本期炸锅，吼，两个湿湿的炸，等下会出事啊。好，要站3公里吗？两个杏鲍菇吼，哦，看刚才有人用切该，那有人切片啊，俩呢做点用剥该，好，用剥该，它的纤维质比较刚好，对。可是你有时候也会用切的。用切该呢，那做对了，啊唔过哎呦俩，哎呦，哇，你完全给他拆台呢。你大部分都用切的。因为编法嘛，又像是安用音，又像是另外一种风法。做对哈，就哎呀，有帮拉回来吗？就用来嘞哈。好，俩呢电它本期破锅哈，就阮本期拉锅就做对嘞。哦，这个很爆锅，哪来破？先本期破锅。因为种通过几个香味章冇按到啦。各种嘅香菇都系做得用剥嘅方式来做。做得。这个千张迄个冇金水可以吗？冇金水去做呢，佢要变冻硬哦，要变冻硬哦，就做得破咧。就唔会有卡吱吗？不会冻硬软啊。哦。那现在那边要干嘛？本期破，本期破，好，本期破到糟，哦，了解四季豆呢，哦，看你下吼，本期俩条。好，两片呢，本期切，掐。哦，这个佳慧姐没按用切，对不对？请你不要学佳慧姐好吗？冇，冇想那么方法，真的没有。你冻眼睛你要做出来，按用切，按用较好看。你要泡吗？电它，好，电它哈，会让我想到盐酥鸡店呢。好，了解辣椒味哦，哈，电它做配色该。哦，好，了解酸条，哦。甜吗？切湿湿的哈。那肉圆是你出的对不对？嘿。那你要怎么做？俺要马枪该师傅讲该。哦。给切一下。用肉末，还用老鸡面条切到油向下炒。嘿。现在把抹布扭干净，抹布扭干净哈。好像灰姑娘呢。所以要重叠吗？不是，是这样，本给切就做的，这样不是的。对着再对着。你知道他在唱歌吗？摸糖豆，对着再对着。系啊，因为问题咪就得问题嘛。又有一段要被剪掉了。好，你等它炸就好了。所以切葱挑黑味道配合这个。差不多嘿。哦，好，了解四季豆哦，就这个不用下落嘞。也是用炸的。四季豆，最好吃喽。我锅酒，本期差不多30秒就做来捞起来。可是你是面条炒呀个，用炒诶。我会炒，电它会炒。剖果就有那来炒。它这样子的方式好处黑嘛该？俩比较容易收汁，哦，比较容易。然后味道比较容易出来，这就是像在这个炒个干煸四季豆。好就好，又不用下落。所以剖果就有两头出来，唔会调油嘛？唔会。好，酸条，给你炒。好，差不多可以捞起来了。全部吗？对。从淑媛姐正确哥，你都有吃出串点地位度哦。没会用按用嘅凤雪线剖果长大落去炒吗？唔会，起家炒。香油应该会食。哦，甚至有听到吗？有。你看到破吗？冇较香啦。油嘛较顺哦。你油冻贵哦。系啊。要均强嘛哈。有。好，了下了解，吼，酸条帮你炒香，哦，帮你炒香，哦，不用下来破。哦。佢破过之后，你会变态吗？还好。它会炸了就会熟熟，炸就会熟熟，就像水饺皮一样用音啦。哦，对，润饼皮啊，又对我讲配音哦，其实水饺哦，就会用千张皮来包。我哋给它做个百叶豆皮，直接去浸水晾干。哦，好，酸条炒好，调酒，好，帮你先呛一下，好，帮你先呛一下。试一下调酒。哦，香味出来，好，调入锅，炒一下。哇，一种香味就出来了哦。哦，糖，好，帮你先炒一下哈。好，胡椒粉，
哦哟，還就水，加水的味道。點下會收汁，點下會收汁。好，一點米酒哈。现在有一个大园最有名的自助餐店老板娘看得很认真。对哦，幫你煎。甜點就這不用下落嘞。哦，幫你收汁。莫你按用金煮機很爆股會出水，它就怎麼會收汁呢？也不會收汁，也不會收汁，因為俺就炸過嘞，俺就炸過。它鎖水了。剛才俺就老兩個調酒膏，你炒呢，會比較收汁，會比較好看的，因為嘛比較會油亮一點。我炒一下。像你一天中哦，差唔多係鋪到2半斤，2半啊，這樣差唔多嘞，這樣差唔多嘞。幫你鋪到早就好嘞，哦，大家成樣。就有點像那種鱈魚香絲嘅感覺嘞，OK， 好，幫你炒多早，炒多早。辣椒味。哇，水唔會長冰啊，唔會甜辣，沒有什麼菜色做咧烤到黃呢哈。好，等下呢，我起鍋之前將嚟撈兩就唔會軟鐵嘞。我起鍋了哦，不用下來。哇，看起來好好吃哦。做嚟起鍋嘞。那現在電台時間可能有調布，也係進在2選1。用狗的嗎？哇！你自己說的，用狗愛怎麼玩？那有給乜有贈品嗎？個禮物嗎？過來。扎金子送給你，表示愛心意。今生就愛你，無愛別三年。你都會畫腐朽為神奇耶！你係意思係講千張係腐朽？剛看你直接真嘅唔掉尿去邊啊！假設大家手度係千張文用，假設不然用慢走。寫字，然後放到火鍋下去煮。對。哦，你要幾幅嘛？哈。對。來，麵條炒千張。按鈕就好食咯。是呢，刚刚师傅有表现呢，要千张哦，叫用来做，我你想吃看下米头样板。原來千張泡過之後係按用嘅口感，那冇水，有點像是炸嘅豆腐皮耶。還有改下，其實我沒有講到，像那個香鱈魚香絲嗰種，泡過嘅口感，我又有海味，更好選。對，熱炒也有味道，沒錯。真嘅一種嘅那個魷魚絲油嘛，泡過過後嘅種感覺，很有嚼勁啊，都得好起來。可以放到小吃店裡面做一道菜嗎？可以啊。好食。好得兩套菜係阿吉師傅手道，那假使係日本嘅攞一邊嘅手道，究竟唔啲人用辦處理機嘅，所以是不是真的千張？哎呦，安用煮。它很巴附那個醬的口味，就是那個表現的一隻方式，你冇想到安用嘅，你手到你冇辦法做。哎呀，你新冠毒師就加惠姐凍在摸上都唔安用做，你講沒錯啦。哎呀，哦，阿鳳哥攞新吉師傅公款。哦，佢個幾個整體哦，甲千張未鋪落凍哦，甲調味未調落凍哦，佢用鋪。以後用落去炒，本該梅頭全部做到該全部嘅食材地方，做凍好食。不錯，觀眾朋友，南北你們都會來吃做看啊！千張叫無強嘅料理方式，唔過頭前一畢業，馬上就係進行最杯麵館嘅挑戰。做下國家料，強用日出料理，大家都會注目強用嘅料理方式，兩處愛啲限定嘅時間度，發揮自家嘅好手藝，完成具體嘅菜式。到底兩處會掉出乜嘅澎湃料理呢？一家之主帶你強下國家料咯！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哦，我講一下食材本，大家想一下甜不辣。你想到甜不辣，會想到乜嘅咧？有一些人的手指跟腳趾長得像甜不辣。不要這樣說，你經紀人他會傷心。對，甜不辣，我想到那個形狀。哦，係啦。其實它不過係呀個甜不辣呀，係呀人工嘅熱狗。熱狗，佢都係用呀個魚醬來做嘅。
啊，有一点诶，像遐个甜不辣嘅法，哦，佢係用油泡嘅方式會形成的。那個鵝卵嘅法，你講鵝卵黑輪的話，哈，加件咩？佢係用水煮誒較多，故所佢做成的方式冇錯，可是相對來講，甜不辣就會較油一些些嘞。所以你喜歡吃甜不辣是不是？我小時候常被我媽做鵝卵。我老公叫，媽媽狂啊，你要食不？好，故所另一罐嘅重點就會很多。甜不辣料理，哇！我超愛吃甜不辣，用泡味、用卤味、用水煮味啊，獨當紅線。我就是徹頭徹尾支持，就是用鹽酥雞的方式來整好。好了，現在我們看到風吹用一個甜不辣帶來的催眠係乜嘅？你儂我儂，芹菜炒甜不辣。好。為什麼要塞 N 愛形容？我要抗議，芹菜炒甜不辣就好，前面你儂我儂是多出來的字吧？我口聽就好。我就問你，至於杯米館呢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，看一下咱出兩片，今日用兩甜不辣吼，亞福卡奇怪好料理，該菜苗按到甜不辣臭豆腐。甜不辣臭豆腐，它口味是怎樣？我有加麻辣。麻辣。聲音啊哈，我客人也比較喜歡那種的條梅啊哈，啊應該不用咩挺好食，那就平常時啊哈，香麗白什麼竹葉白。所以大家把重點哦，他說應該不用好學哦，所以等一下我們管你哋唔知好不好學咯，也不用好學出好嘞。我是講不用冇本書啦。對吼，啊，鼓動一下，你係比水啦吼。水母一起灌的哦，兩位要間諜情深，琴瑟和鳴，向下加油，好嗎？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哦，兩組都已經準備好勢，現場馬上開始倒算，3、2、1，搶開始。準備開始走咯。你儂我儂。我後面忘記了，芹菜炒甜不辣之類的啦。之類的。對啊，等一下我正經同學談雅公司呢。你真的我們沒有現場準備墨鏡的部分嗎？我沒有，我已經內建了，因為剛才一直被閃瞎。那我閉着眼睛過去。我們就是開自助餐店，沒有道理輸啦。所以你都要給甜不辣都給吃出串點地步的獨具聽過有吧？這必備基本的啊。對，一定要有。自助餐還會用泡誒，用炸。剛剛不是有一個人跟我說泡下摸片孔。都在炒菜啊，用泡誒嘛，當就很好吃，加那個椒鹽粉。好，像鹽酥雞一樣啊，超愛。今日中午咪係一盤出去咪係冇咧。哇！你用啥啊？因為朋友愛用小雞，不過形容辦來，老個感情哦，見來見勸，還做在博氣都倆下熱戀吶。我們淑媛姐自己有妙招哦，去講哦。我會彈琴給他聽啊，琴瑟和鳴。真見到很有寫嘛個。寫書法。哇！佢用埋先講佢嘅想法咁講講出來，其實用寫嘅。所以記得講吼，你要買來博區跟熱土，就永遠要有新鮮感。哦。那我想知道一件事情，因為大家說你儂我儂嘛，要怎麼表現你儂我儂？甜不辣撈按到出來，夾夾向下，是你儂我儂，炒在一起就是你儂我儂。你肯定會記得會見中咧。係啊。no，結婚幾多年了呀？76年了，76年結婚的啦。你們兩個是腦袋？我會嚇到，我想問他保養妙招。不要考數學，34年了，我來34歲哦。對啊，因為我也是34歲。77年次嗎？對啊。對。所以誰准你們默默的把我的年齡？是他。剛才有發生什麼事嗎？會被劃重點。等一下這一道係主要你來炒嗎？嘿。所以豆腐卡吼，30人煙，真緊冇人加個吼。有啦，冇安好啦，蔥頭炒蔥尾煲。哦。他現在床頭就炒，就去炒尾嘛，我們和好好不好？這樣。對啊，其實會寫書法，彈琴。我是彈古箏。才女耶！正權哥，我覺得你有中樂透。有，他是才女啊。今天這些食材很用辦想出來耶。甜不辣也要燙。燙的呀。我先把它燙軟。你都要吃出串點沒？你不都沒黑暗用做？泡誒，幾公主做上泡。用安尼做過。有啊。安好叫速度很快。那炒自助餐炒按豆菜啊。對，講究速度要快。
啊，正权哥，现在你要忙什么？送便当。送便当啊！那我们先去看那边。意思是讲你俩冇去跳狗咪今日长厨啊。哦，我想说他现在要先去送便当。跳狗长厨，你要地府全部家来。哇，传承啊，都很福啊哈。好，先狗一款它啦，谢谢。这个是什么？麻辣中药同哦。中药有人用那个腿嘛，網球，會補腿嘛，你一係嘅就係泡叉嚟啦。哦，泡叉米用嘅，有冇叉米用嘅泡叉？你看不看牛排，他们狗先发的吼。你下要呢東西嘅意思，利用呢個東西，對等下都煮嘅些，嗰啲東西肉菜咪走到湯對度嗬，食起來個肉菜冇樣食嘛。那你俩又泡過呀？要家要爆香，爆香完了以後，撈去拿起來。你俩有落去燜嗎？係，你做得燜嗎？要先我哋等下傾起來，它會熟起來哦。我會熟起來。哦，啊，等下打開的時間要講通關密語吧。要放落去，煨煮。現在先本該豆腐入梅。中藥要邊乜嘅中藥？花椒，然後八角，然後等下我會用甘草，會回甘。哦，豆蔻有啊？豆蔻我冇用嗬。冇用。你咪可以家己點，你對煮菜因為按用研究哦。平常時生意而食嗬，冇脆冇會食啦。但賣的東西就那種方法自己煮來食。他是好好的爸爸哦，好棒。真正的一家之主，你们已經請到一家之主代言人來了。對啊，謝謝你們大家。所以今下啲背肚炒嘅料係嘛，嘅撈人小解一下好冇？洋蔥嘛，然後肉末，你是要關我嗎？木耳香菇，蒜頭米嘛，那個你平常時中槍蒜春肉，等下還冇。清風勁係嗎？我背薄膜塊呢？按做的，兩個嚟做過來嗬，本佢。哇，配湯哦。哇，今天喝湯哎，舒服。哇，我要喝大碗。辣豆瓣，加辣油。炒過呀？唔是炒的，是啊，我本來就煮過的。哇，真暖起來。我真緊吼凍甲魚倆食嘅感覺，因為我覺得某音係主要負責嘛嘅，都是兩個人共通啊。可你們這邊看起來是木水哥負責。沒有啊，這個他皮料全部係幾來做呢？只是他做的速度楊沙山就走了，對，馬英就和馬英走。對啊，那現在電台的時間可能有跳舞，也係競逐2選1。楊總有的嗎？哇！你自己說的，楊總愛這麼玩。你的主食材甜不辣點來不要？對啊，炸好了，那個就升到去電過。他就是那個手指頭，好可愛哦。手指頭啊！你不要想要幼，拜託。不是啦。人家電過一些，等下你煮一些，不會膨脹那麼大。哦，地呢哦。我人看見什麼肉都電嚟，所以可能會擦擦。哦，你要是吹掉丟落去煮時候，變落去煮時候咧嚇。我哋爆香口味，我想準備咗。其實阿哥該下講的動細哦，是師傅糖的出來很多小細節。跟上一吃個麻辣火鍋恐龍咧哦。麻辣口味係。麻辣係嘛？因為要臭豆腐哦，沒有重口味，你暗下的嗰個梅頭。咁嘅臭豆腐要燙過嗎？我要沾水洗過，用沾水，佢冇沾水就唔得。沾水叫佢行軟，行個會下長以上啦。我梅頭會強衝。今天很妖豔的對話呢。對啊，你剛有一種聽不懂，神仙過招。我是有一種欣賞這個對話的感覺。 OK， 好，那我們過去吧。好，等下溝通這了。好。哎，就都有面筋哦，看起來好好吃哦。好像。怎麼該不會加爆熟啊？爆熟啊，小朋友就好像是關東煮安尼啦。哦。因為是甜不辣跟水先是玉米啊。你看一下我們這一組，煮到哪裡？乾淨清理到哪裡？嘿咯。正權哥就是這麼貼心。你有沒有覺得你們是絕配？我偷偷看到你口罩下面在偷笑。什麼沒動發啦，別播哈。但你還有乜嘅料還蠻加？香菜田。哦，香菜呀。對。你有幹嘛嘅調味？鹽巴、醬油。鹽巴、醬油。胡椒粉。哦。這時候加一點辣油也很棒哦。你喜歡吃辣哈？嗯。就像鹹水雞一樣。哦，錯。我給起一下頭油哈。
单纯的原味，而且有发现到给你凤吹粥跟料理一个特色，就是家家户户都喜欢吃的，不分年纪。哦，我都做比较客家常菜啦。对，我的客，那因为他专门老主顾啦，我的绞肉啦、孔肉啦、麻婆豆腐啊，都很爱吃。因为那俩种金种嘛改呢。基本应该线上狗生日啦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来送给你一个生日礼物，好不好？来，徐媛姐亲一个来。好了，你真正是本家己盐蛋腐改四腐，用一安讲啊。今年是旧年几多年啊？22年。22周年要亲你一下吗？哎呀，你看你们中破塞帮忙哦，要得冠军哦！来，我们主持人啊，刘伟最 M 抢头号，最 M 会头号，是啊，帮你了，谢谢。我觉得这一集结束，我要去检查白内障，太闪了，好幸福哦！那有给们有赠品吗？该礼物吗？还是今天就来把自己当礼物？过来。扎金子送给你，表示爱心意。今生就爱你，莫爱太伤人。好嘞。好闪哦，好幸福哦。对啊，差不多了嘛。差不多嘞。我可以起锅了吗？可以。走来，来，潘呢？你可以先关火。好。起锅。对啊。看木水哥就知道很会喝啦。带甜啊，米本来是甜的啊。係啊。佢就是蒸餾過嘅啊。蒸餾過嘅煮起來，只有每摸體先變上通水用啊。阿哥，你看咖喱店，在前面嘛，後面其實餐廳吧，哈。对，旁边有一个厨房很大，小餐廳，他的朋友常常來。哇！那個人家講全部係生意煮的哦，全部係煮啊！哇！是什麼？那麼個秘密武器？我們自己煮的辣椒。聞。泡椒。自己煮的。蒜頭辣椒。蒜蓉辣椒醬。朝天椒啦。哦，這個做得棒最椒。因為你麻辣佢唔會辣，你個咖喱又唔會辣。你真正係本家己鹽蛋腐改四腐，用一安講啊。哎呦，凍上泡椒，剁椒魚頭，脆乾個凍我先誒。也可以，對。對哈，因為應該辣椒有發效果。係，一擺煮想煮20罐到30罐。真乾用個冰落去嗎？你落去咪香爐啊？哦，很肉啊。所以你買還蠻好哈。你還俾10枚田啊？自己豆腐10枚按時好的。你們不要那麼急好嗎？因為他們說不定想 Q 自己挑服的。親一下吧，搞不好我們想要親一下。我們在那邊過生日有親一下。那你們這邊要親一下。今年係舊年幾多年啊？22年。你還沒讀紅，你12歲呢？你那邊是 Q 上年還是什麼？還 Q 還是幹？哎呀，所以22週年要親一下嗎？通常都是有這個習俗。來，我們攝影機都準備好了。來，我親。好了，我們等下現場直接再次公證哦，哈。好，上面你食咗來上落去了，比。今日動力吼，叫做保加準合態都有啊，佢滾的些啲鏡頭不叫我變態嘿。對。變態。我要吃很多湯，好不好？某歌曲在半夜好嚟啦。好啊。昨天打包嗎？昨天哈。飯啱大家咧，應該會錯行。叫半天。你湯圓講都錯了。好，我們先來啲倒數哈。好。天草馬上來倒算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出來支持看下哪一部可愛料理閃出最後的料理哦！太開心了，今日那一出料理呢？你看用甜不辣竟然可以變出這2道菜，已經就是合在一起就是琴瑟和鳴。
好，先来吃吃看那风吹嘅。咱总算第几条做嘛个不按名你侬我侬了，因为又加金菌菇。而且炒的米汤呢，湿粉的后又加冻干米，这是很家常的味道。你看楼下给金针菇啊，而且重点是有没有发现，他把五行的颜色都放进去。果然系都吃出串甜来，太有加了，太有加料，厉害。有感动好。哎呀，叫个甜不辣绵样 QQ 的哈。哦，大家起台冻球咧吼。沙拉是麻辣甜不辣球头布。哇塞，这个汤头，木水哥太好吃了，来都嘟嘟吼。真劲厉害呢，因为麻辣烫在最重要最基本就是加汤头，加下去看到用还肉的甜甜的落去煲嘅配汤。哇，真的。因为汤是用盖骨。配汤是会细细的吼，口感会下好。它已经不是参赛者等级，它是一个踢馆等级了，太好吃了。大家来看一下，都带4副应用版评分。都带那组队得到分数呢，70分抢本分数。哇，蓝水赞。好，休息一下，最后一票，迅捷师傅抢不出手。哇，又是蓝水让呢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两队的感情呢都是同样的分数，料理某空用听听，其实非常公平。红队吼，真讲哦，甜不辣吼，可能是同香贵的有下面的，冇嘛该甜不辣的问吼。本蓝队真讲哦，麻辣的部分哦，叫甜不辣，冻葱面咯，要煎过，煎过以后，今后唔会膨胀。俺爱挑战你个有问题动作的问题，几多做得回答出来，真紧厉害。哦，还迅捷师傅的公平款。哦，我们本俩蓝推呢，也是都有懂得个层次感，有中药啊，因为中药那种香味的花椒啊，有个八角，整个香气那种提升上来，冲俩个纯汤湿度个太脆。啊，风推那片呢，就老起师傅讲该强用，然后梅头就卡与塔米素素的，就是卡多东西要有比较多的层次，然后可能煎过啦，或是炸过啊，可以卡多该梅头出来啊，马斯多懂好事喽，感谢。其实呢，公正以蓝水也一个料理，我们也很服啦哈。应该是我们节目有史以来可以说是前10大好吃的料理。今年政府后生马上就要颁奖喽！恭喜恭喜！来，你们呢？太幸福啦！係啊，我現在恭喜風水得到1分，藍水得到3分。好，來恭喜一下藍水的一拜大跳喵！真係佢嘅加台機。風水咩動針嘅喎，得到一個禮物呢係義泰利的粉末鋼刀具組。哇，義泰利！來，我幫你合起來一下。正要，要好好來訪問一下台主廚、台總鋪，讓大家分享一下。为什么要去做家具店老板，不会做师傅嘞？有上些没有想过做师傅哦，但是我想到做师傅挺辛苦的，利用了哈一摆做自家的经验来做出来的，并唔係講自家有乜嘅天分啊。真勁，但是你的3000塊只遮到你老婆的臉。佳慧姐，來，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很用心，所以得到的答案都会蛮不错的。团东一龙山因为幸福福，本大家就是那个真勁，我们心中很满的温暖啊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风水呢表演到4分的站掉，现在唐坤啊，你嘅秀演技哦，你要參加，心情用把老太家分享一下。當歡喜都參加，一家自足。今天应该是留下很特别的回忆啦。对啊。而且重点是，今天是郑权哥生日，来再次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樂！祝你生日快樂！祝你生日快樂！水嘅組合同貼片，你知道單位咩當有心貼片按樣來安排，要發現到豆腐卡地度呢，向下做料理，真件係嘅做隻增加兩公婆之間感情嘅一種好方法哦。係啊，兩三人之間嘅互相嘅分工啊、合作啊，其實吼兩沙都係我卡嘅一家之主，歡迎所有嘅一家之主共下來報名參加比賽，共下來曬 MO 喲。一家之主等到你，共下來到節目當中，帶你來分享料理，和你拜再見，拜拜。